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微寶錄視頻。今集大家整呢個豬排飯碗。咁呢，首先就備一啲呢麵包粉、豬肩肉、雞蛋啦、低筋麵粉、鹽啦、黑胡椒啦、油啦、部分嘅醬油啦、糖味淋、高湯、青葱、白飯、生菜、白菜咁咧，大家準備一啲豬肉拍打約1公分厚咧，然後用鹽同埋胡椒均衡調味，將低筋麵粉打散嘅雞蛋同埋麵包粉呢3道材料放入不同碗入邊，準備將調味過嘅豬肉喺低筋麵粉中蓋一層，再浸入雞蛋液入邊，最後裹上麵包粉，確保每個部分都均勻覆蓋。喺鍋入邊加熱適量嘅油，油熱後將裹好嘅豬排放入鍋中炸，裏面炸約4到5分鐘，或直到金黃脆酥，然後取出的油放喺廚房紙巾上，喺小鍋中加入醬油、味淋、糖同埋高湯，輕輕加熱直到糖溶化，醬汁略為濃甜。將煮好嘅白米飯盛喺碗入邊，然後將切好嘅豬排放喺上邊，撒上青葱，並將調好嘅醬料淋喺豬排上，可以加上生菜或者白菜作為配菜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。